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望西油，台语安尼写，望西油。华语的煮网油，台语讲望西油，就是伫个底的油槽甲地道之间有一层薄薄的猪油膜，迄个形亲像网仔丝，就叫做望西油。嘛当讲望油，也则是望西。讲较早办桌请人客，第一道菜出冷盘，冷盘其中有一项就是鸡卷，但是这个鸡卷甲鸡一点仔关系都无，伊是甲猪的假肉、葱头、红菜头、芹菜甲马芪剁好油，搁掺鱼浆，用网丝甲包起来，包做长糕形放落井，再搁切一块一块，做冷盘其中的一项菜色。望西油有正高的猪油香。迄个气味比猪油、比猪肉搁较丰富，所以用望西来做煎物，酥酥脆脆，口感甲油香真受欢迎。都袂少人感觉讲，用望西包的鸡卷比用豆皮包的鸡卷较香、较好食。这个家己当市场的望西油肉卷就真出名，讲买拢爱排队，是袂少离乡背井的家己人真怀念的故乡味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望西油实在真趣味。